溫哥華嘅機會係 limited 係少，但係唔係冇。原來呢個世界係咁大㗎咯，即係我自己喺香港係唔會幻想到原來我可以同一個韓國人咁 friend 㗎喎。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就記住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同埋。好，咁咧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一講我對加拿大未來嘅睇法啦。咁咧主要都係圍繞翻我自己嘅一啲睇法嘅，咁就同呢一個嘅經濟咧就冇一個直接嘅掛鈎嘅。咁因為咧我唔係想討論佢嘅政策啦，係純粹想討論下我自己對嚟緊加拿大同埋溫哥華嘅少少一啲睇法。我自己咧其實係幾中意加拿大呢個地方嘅。第一就係佢嘅生活節奏啦，第二就係佢哋嘅人啦，同埋佢哋嘅環境。咁相信大家喺呢度生活過咧，都知道佢嘅summer係有幾靚，係非常之靚。咁summer咧，即係天氣好嘅時候咧，大約係我諗5月到10月尾都係超級靚，溫度好啦，跟住景色美貌啦，跟住天氣非常之舒服。咁呢一啲咧，其實就係我自己非常之重視嘅一啲開心嘅位啦。即係可能我自己喺summer嘅時候咧，冇話需要做啲乜嘢，純粹可能喺條街嗰度行2步咧，已經都可以好開心，嗰日已經好開心噶啦。間唔中同朋友去行下山啊，跟住去跑下步啊，join下唔同嘅 club， 例如 running club 啊、hiking club 咧，識下唔同嘅朋友咧，其實係非常之開心、非常之充實嘅。咁第二咧，我自己中意嘅位咧，就係加拿大佢嘅人種係非常之多，即係你可以識到嚟自唔同國家嘅人。第一就係我自己圈子啦，我有識到日本人、韓國人、Canadian， 跟住可能都有香港人啦，亦都有唔同國籍嘅人。咁喺你生活當中咧，即係同人哋相處咧，我自己係會多咗好多新鮮嘅體驗咯。即係你唔會 expect 到原來呢個世界係咁大㗎咯。即係可能成日細個，你會喺電視上面見到唔同嘅人。你睇韓劇嘅時候，你會見到好多韓國人。你唔會，即係我自己喺香港係唔會幻想到原來我可以同一個韓國人咁 friend 㗎喎。即係我喺香港嘅時候，好多時候都係同我自己嘅香港朋友玩啦。但係當我嚟到嘅時候，我係真係可以組織到一班非香港人嘅朋友圈子，而大家係可以恆常地出嚟玩。我係覺得非常之開心，即係大家都可以話喺香港係做到嘅，但係有冇咁多機會，同埋有冇嗰個心態，同埋有冇個精神去做，係另外一件事咯。所以我自己對留喺加拿大同埋嚟緊將來嘅一啲 planning， 其實我自己都係非常之 positive 嘅。所以第一個 point 我想分享就係，我會期待嚟緊嗰幾年喺加拿大可以再識多啲嘅朋友啦，因為我自己係一個好中意識朋友同埋去同唔同人傾偈嘅人。咁我好希望可以喺呢度識多啲唔同國籍嘅人啦，同埋可以同佢哋做一個好好嘅朋友。即使佢哋 exchange student 啊，或者 work permit 都好，無論佢哋係嚟自邊個國家，我可以識到佢哋之後，即使佢哋翻咗去，可能翻咗日本啊，翻咗韓國，我都會期待可以將來喺唔同嘅國家見翻佢哋咯。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機會係非常之難得嘅，所以我係好希望，亦好期待嚟緊嗰幾年，我喺加拿大識到啲咩朋友啊，同埋可以同佢哋建立到啲咩關係咯。因為我自己係好中意喺加拿大呢一個多元性嘅文化。咁第二個 point 咧，就係我會覺得喺呢度嘅職業規劃咧，其實唔係我想象中咁差咯。咁香港係一個非常之大嘅金融城市，有一個好好嘅金融產業。咁溫哥華相對地其實係真係少好多嘅，但係我自己就比較幸運，可以入到一間都算係國際嘅公司啦。咁我喺溫哥華咧，其實嗰個發展咧，我自己都見到嘅。咁我自己都可以有一個清晰嘅道路，一個職涯規劃，可以見到，可以 foresee 到我嚟緊可能5年啊、6年之後，我可以去到邊一個 position， 去到邊一個 achievement， 我覺得係清晰嘅。所以我自己係對自己有一個期望啦，希望喺
溫哥華繼續可以喺呢一個行業發展。咁我 so far 又唔係好悲觀嘅，即使可能呢度真係相對香港嚟講係少好多機會，但係我都會見到有唔同嘅機會喺度咯。所以我自己 planning 就係要做多啲 coffee chat 啦，去多啲唔同嘅活動，識多啲唔同嘅人，了解多啲呢一個行業。咁當你知道呢個行業有咩機會嘅時候，繼續去裝備自己，例如考 CFA 啊，考唔同牌照。咁當你識到嗰啲可能 hiring manager 或者 director 嘅時候，當佢哋有機會嘅話呢，我都會好主動去接觸佢哋啊 connect 佢哋啊，去話俾佢聽究竟我自己追求啲乜嘢咯。所以 so far 對於職涯嗰方面呢，我可以講話係溫哥華嘅機會係 limited 係少，但係唔係冇。只需要花多啲功夫嘅話呢，其實我係有信心可以喺度有一個唔錯嘅 career 嘅。咁另外呢，就係呢一個嘅生活成本啦。咁其實我對呢邊呢，一開始係比較悲觀少少，因為我啱啱嚟嘅時候覺得呢度真係好貴，超級貴，貴到呢，我係唔敢出去食嘢。嗰陣時我記得我嚟嘅時候，我覺得10蚊、11蚊加幣其實已經都好貴食飯。但係慢慢去喺度建立咗自己圈子啊，去返工嘅時候，即係當我自己開始有收入嘅時候，我就會開始明白到其實唔係真係想像中咁差咯。即係我自己係會好努力去 prep 我自己嘅 dinner 啊 lunch 啊，咁就盡量煮多啲，咁就出去食少啲飯。但係無奈嗰位係我係好鍾意識新朋友，好鍾意玩嘅人，所以我就 keep 住都會出去食飯。咁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我 lunch time 喺屋企咧，我就會自己帶飯啦。可能我夜晚個餐煮完，咁我就會帶返公司食，咁就可以慳到一筆咯。所以其實喺生活成本上咧，我主要嘅使費唔多嘅。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我主要係可能屋租啊、食飯錢啊、車嘅錢啊等等咯。我自己本身係一個物慾唔高嘅人咯，即係我唔會好恆常買新衫，唔會買飾物，唔會買啲好貴嘅名牌波鞋等等。所以咧 so far 都 OK 嘅。咁我自己目標就係希望可以儲多啲錢啦，咁就可以同屋企人去下旅行啊，見多啲佢哋，因為始終佢哋都仲喺香港。所以我自己對於生活上嘅展望呢，喺加拿大其實都係幾正面嘅 ，so far 都 OK 的，係啦。咁今集呢就差唔多啦。我諗總括而言就係我自己對嚟緊加拿大嘅未來想法其實都係比較正面嘅，即係仲未話去到好辛苦啊，要回流啊定係點 ，so far 都 OK 的。咁希望可以繼續同大家分享下我自己感受啦。咁嚟緊頻道上面，其實我都會想再拍多啲更加有意義嘅片，例如可能係一啲知識型嘅分享啦，一啲書本型嘅分享，因為我唔想淨係講感受，即係可能講感受簡單，即係比較簡單去拍攝，因為純粹係分享自己，冇乜太多稿要準備。但係我都希望可以製作一啲有質素啊、有結構啊、有知識嘅一啲影片俾大家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啦。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就記住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同埋俾個 like 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我會繼續努力的。咁如果大家有咩片都想我拍嘅話咧，就不妨留言俾我聽啦。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拜拜。